今天这个秀玲姐来这边呢，我也觉得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不能讲伊在戏剧上的这个表现就讲这么上新的专辑，拢希望大家让多加支持。你今麦有跟我自己的粉丝团？我有粉丝团，有，我们就上网打陈秀玲就找得到你，就找得到你了，对不对？希望让大家多多去给他按个赞，因为呢，他到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外场的表演啦、主持啦，这专台湾这个糟套套拢看得到伊，对不对？是。现在的哪里要看我，你就哪里找我，都可以。对，你现在对你来讲，你这一张专辑啊，发行之后要开始宣传嘛，这咱们也看不赢。对，这咱们看不赢。你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这个人生的规划啊？你想要在下一个目标去达成的？因为基本上戏剧马屋啊，唱歌马屋啊，过来就是爱走入家庭，干不是？真的吗？你还是我单身呢？真的哦，真的呀！哎呦，所以我已经想说，你可能就是单身主义。没有啊，因为通常能够像您这样保持这么好，通常就是单身主义啦。其实我之前我是真的有想要单身，可是我发现年纪越来越大，需要一个伴。现在真的要的是那种心灵上。哎呦，真的，以前没有这样想，以前就不用啊，我给结的话，我跟蔡丽菁之后嘛，蔡丽菁，所以我脑中有一点点抱着那个单身主义者，但是我感觉年纪越来越大，因为最近身体都无像较早安那时阵，会觉得好像需要旁边有一个人，哎呦，对，所以我在想说，无搁过来，哇。换家里家庭咁好，好啊，那也无好对不？你即摆一讲，咱这个网络上有真侪逆商大哥，对不对？如果到现在还是单身的话，你们都有机会。咱要来迄个，你即摆这是不是这我爱红娘？搭起友谊的桥梁。我们在大千真的有一个征婚的这个真假？真的。你们在嘉义那边节目很红啊，在台中很红啊。你们在嘉义那边是 FM 91.3，你即摆你搞到课了对。不能台，我当初爱买回去。我今麦爱搞外掐设定好91.3啊，对，一定听得到的啊。我们这个是直接联播啦。希望咱所有朋友真的多多支持哈。对。最后还有啥物话要向咱所有朋友来讲者？就是希望咱所有好朋友爱心支持咱大人的节目。谢谢。当然是安尼啊，支持大人的节目，大人才会支持我。这就是朱青前辈真的是厉害，对，学到了一招。没有。我以后去别人的节目的时候，我也要说爱心这个飞哥的节目，还有秀玲姐的节目，让爱心讲。对，咱所有好朋友拢爱心，给咱报道，给咱报道联播网顾下条，给咱大人的支持，咱大人的一定在节目当中，时不时来放一下秀玲的歌，一定，是不是安尼？一定，一定。我就讲秀玲姐真的很厉害，也是可以。好像感觉不是很开心。我没讲，不会啦，不会啦。好啦，总共一句咧，陈秀玲这个名，今日大家拢会记啊。希望咱所有朋友咧，无论讲伫咧网络上，或者讲伫咧我自己跟我老板都有，因为我哪里无闲，阮头家也一买去替我看，替我回。太好啦！若是有需要我的时候，我家己买去咧看。我感觉有需要我回，我就会回啊。好，安尼最后咱过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失落的心》。失落的心。这是又是在唱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思念女儿的。你听你就知。就是因为数量，这首歌还油然而生3首这样子。这首我还蛮喜欢的。真的吗？一片真心，互人沉落海底，互人凊彩拍算哦。真心付出。不求回报这首歌可能因为这文案是这样写的失落的人悲伤的心情我知道这种感觉呢，就是在我们失恋的时候常会出现的。但是失恋有两种一种是伊自己吸收，他自己去消化吸收；有一种是伊想要，他不高兴嘛，所以他就往外发泄往外发泄有可能就会伤害你伤害对方啊，这样是不好的。我感觉人在成长的过程内底拄到不如意10之8九不过我感觉遐东西变成你成长过程中的养分。真的呢。所以讲，我感觉迄个人来刺激你来，害你受伤，我感觉你会愈来愈勇，越来越茁壮。好，我们现在就来最后呢听这一首歌曲，叫做《失落的心》。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五灯之星陈秀玲，谢谢大人的，谢谢咱所有的听众朋友，谢谢，感谢您。
想灵魂在徘徊，哪会空风在吹，雨难过，上惊孤单来作伙。我的心像玻璃遐尼切，无细你嘴满地。我要求无算多，我只是需要有人陪。我的悲伤谁人体会？一片真心淡落海底。心路的心，天顶过，受伤灵魂在徘徊，哪会空风在吹，雨难过，上惊孤单来作伙。我的心像玻璃遐尼切，无细你嘴满地。我要求无算多，我只是需要有人陪。我的悲伤谁人体会？一片真心淡落海底。我的心像玻璃遐尼切，无细你嘴满地。我要求无算多，我只是需要有人陪。我的悲伤谁人